每年一到新年，总有个老话题吵个没完。但我们是不是都搞错重点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就像堂吉诃德，总在跟一些想象出来的风车较劲儿。所以啊，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别老盯着外面，多看看自己的内心。你看，大家总把过新年和宗教节日搞混，其实这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种争论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其实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件事儿就叫 muhasibah， 简单说就是给自己算算账，做个自我反省。就像《古兰经》里说的，其实你自己就是最好的审计师。重点是别等别人来评价你，得先学会自己审视自己。好，我们来玩个有意思的比喻，就把你的人生啊当成一家公司来看。每年年初你就拿到了一整年的资本，这笔资本呢就是365天，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硬通货。换句话说，你的口袋里每天都被放进了一枚珍贵的硬币，就看你怎么花了。那么问题来了，你的个人年度财报会是什么样的呢？你看，一边是你的资产和利润，另一边就是负债和亏损。做生意嘛，账要是算不明白，结果只有一个，破产。不过，公司破产和人生破产，那可是有天壤之别的。公司黄了还能东山再起，但人生这盘生意啊，可没有重来的机会。虽然风险很大，但好在解决办法也很清楚。具体怎么做呢？就3步：审计过去，承认盈亏，然后规划未来。这里的未来不只是指来世，它也包括你的明天，你的下一个小时。而我们做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这句话成真。新的一年已经翻开，那么你的新账本上第一笔会记下什么呢？新年又到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陷入到那些关于要不要庆祝的争论里去？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呢，把这个时间点不当成一个争论的战场，而是看作一个机会，一个对我们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彻底的个人审计的机会，一次对咱们灵魂的会计核算。这句话可以说是点睛之笔，也是我们这次解读的核心。为什么自我核算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我们给自己的行为找了多少借口和理由，在内心最深处，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最清楚的观察者。我们其实是骗不了自己。没错，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外面的声音太嘈杂了，所以在今天的解读里，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一下，到底要怎么才能关掉这些噪音，真正的向内看，进行一次有意义的自我审视。好，那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终极会计师呢？其实啊，自我反思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超能力，它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内置了一套监督系统。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说的是，在那个最终的清算之日，我们是没办法否认自己做过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最诚实的证人。你的手会为他做过的事儿作证，你的脚会为他走过的路作证，你根本没办法欺骗你自己的存在。你看，这句著名的圣训就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给点透了。它告诉我们，自我反思不应该是被动的，等着别人来评判，它必须是主动的，一种积极的自我评估。我们必须赶在被别人或者被最终的审判审计之前，先主动的把自己的账目给审一遍。既然自我清算这么重要，那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呢？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常常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那些肤浅的、没什么意义的争论上。很多争论啊，其实都来自于一些基本的误解。就拿新年这个事儿来说吧，很多人老是把圣诞节和元旦混为一谈。你看，圣诞节是一个有特定宗教背景的节日，而元旦呢，在大多数文化里，它就是一个世俗的、标记时间流逝的节点。把这两件事儿搅在一起争论，那不就完全跑偏了吗？这个比喻我觉得简直太形象了。我们都知道堂吉诃德的故事，他把风车当成巨龙去战斗。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为了一些根本不重要，甚至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就像在跟空气搏斗一样，浪费了宝贵的精力。
关键就在这儿，这种能量的浪费本质上是一种逃避，它让我们舒舒服服地不去面对生活中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的道德困境、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用外面的吵闹来掩盖内心的寂静。OK， 把精力浪费在外部的争论上是一种逃避，但还有一种更隐蔽的逃避，它来自内部。那就是当我们的信仰被一些僵化的人造的仪式给取代了，信仰本身反而成了阻止我们反思的一堵墙。哇，这个比喻真的够狠的。私酿的酒，你知道喝下去会伤身体，甚至致命。同样的道理，那些被人为发明出来、强加进去的宗教仪式和规条，他们会毒害信仰最核心的本质，让人的思想变得僵化，失去活力。你看，这种毒药是怎么起作用的？首先，它会把你的生活切成两半，一块是所谓的神圣区域，一块是世俗区域。然后呢，它通过一些外在的仪式，制造出一种虚假的优越感，让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虔诚，然后就开始评判别人。最后，信仰不再是帮助你提升自我的工具，反而成了一把枷锁，锁住了你的思想，扼杀了你独立思考的能力。好了，说了这么多干扰，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怎样才能进行一次真正有意义的自我反思？别急，答案就在这个概念里。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真诚的自我评估框架。这个词 muhasabah 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它源自阿拉伯语，在伊斯兰传统里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它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会计或者清算。在这里，它被用作一个核心工具，意思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盘点。这里就要引入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极其强大的商业比喻了。你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就是一家公司，而你的启动资金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时间和你的才华。你怎么去投资这笔独一无二的资本，就直接决定了你这家公司最终是盈利还是亏损。你看，这就把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步骤。第一步，你得先转变心态，承认你的生命、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本。第二步是回顾，盘点一下过去这一年你都做了哪些交易，哪些是善行，哪些是恶行。第三步是深入分析，评估你的几项核心资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基于前面的分析，为未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记住，做这件事儿不是为了让你沉浸在过去的错误里懊悔，而是为了更好地规划你的未来。这张表就把这个比喻变得超级具体了。你可以直接拿来问自己，过去一年我的智力项资产是增值了还是贬值了？我的知识有没有增长？我的意志力账户是盈利还是亏损？我的决心是变强了还是变弱了？还有我的良知呢？我有没有善待他人？以及最重要的，时间这笔最宝贵的货币，我到底是投资出去了，还是白白浪费掉了？但是一次诚实的自我核算到这里就结束了吗？不，远远没有。它必然会把你引向一个更难也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通过核算发现了真相之后，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根据这个真相来行动，甚至把它说出来。这句话就把内在的反思和外在的行动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如果你的审计结果告诉你这里有一个不公，那里有一个错误需要被指出来，那么这次审计的真正完成就不仅仅是在你的笔记本上记一笔，而是要你站出来采取行动。这里对说真话做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区分。有一种真话是陈腐的真相，就是说出来完全没有风险的，比如去批评几十年前的某个错误，这不叫勇敢，这更像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表演。而另一种是事实的真相，是在当下在问题发生的现场冒着个人风险说出来的话，这才是真正的勇气。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不是在安全的地方挥舞拳头去踩那些已经倒下的人，真正的勇敢是在问题发生的现场，在最需要声音的地方挺身而出。当时间过去了，风险消失了，再说真话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那么聊到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在你完成了对自己的精神审计之后，你发现了什么？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在你的社区，甚至在你的世界里，有什么真相被掩盖了？又有什么真相正在等待着你的声音去赋予它生命呢？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探讨。又到了新的一年了呀，身边所有人都在谈论新年愿望，各种立 flag。但今天呢，我们想为你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们手头有一份非常独特的资料，是一篇演讲稿。他把新年的开始直接比作一家公司的年终决算。年终决算这个比喻有很冲击力。对，不是许愿，而是算账。没错，就是算账。所以今天我们想和你一起深入剖析这份充满力量的演讲，主题就是怎么给自己过去的一年来一次彻底的个人年度核算。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从这份材料里挖出那些最犀利、最实用的洞见，看看这种审计思维到底要怎么用到咱们自己身上。其实演讲的开篇就给出了一个核心前提，他引用了一句经文的核心思想，就是人是自身的监督者。自身的监督者。这句话特别有意思。演讲者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最顶级的审计师，他什么都门儿清，但同时呢，我们用运营这一家借口制造吵，24小时不停地为自己开脱。所以这整场探讨实际上就是关于如何让你内心的那个审计师和那个工厂长坐下来，进行一次绝对坦诚的对话。好了，那这个年度核算的比喻，咱们把它拆开来看看，到底有意思在哪儿？演讲者说，过去的一年就是365天的资本，是上天发给你的货币。年底了，该盘点一下，你到底是盈利了还是亏损了。这就要求你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审视，但审计的不是钱，是一些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演讲里直接点明了几个科目：你的智慧、你的意志力，还有你的良知。过去一年，这些核心资产是增值了，还是缩水了？哇，这问题真尖锐，因为我们很少这么去量化自己，而且这个比喻你越想越觉得贴切。商业上一家公司破产了，比如说演讲里提到英国历史上都破产过4次，但只要有人有资源，或许还能东山再起。对，但人生这家公司不一样。演讲者提醒我们，人生的资本，也就是时间和生命，是真正的一次性投资，一旦耗尽就彻底破产了，连申请什么破产保护的机会都没有，没有第二次机会。你想多要1分钟，甚至多一次呼吸都不可能。这种破产是终极的，是无法挽回的。无法挽回，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危险的东西，做假账。演讲里说，一个商人如果算错了成本，比如他开个餐馆，每天忙得团团转，看起来流水不错，但是他忘了把自己的人工、家人的付出这些隐性成本算进去。算路了。那他可能直到倒闭那天才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亏钱。这就是典型的自我欺骗，而把它应用到个人身上就更可怕了。我们对自己的道德和精神状况做假账，对自己撒谎说我还不错，问题不大，最终会导致一种从内部开始的崩溃。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心里那个审计师其实什么都知道，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脚、你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见证者。你骗得了别人，但你骗不了那个最深处的自己。这种内部的腐朽，比任何外部的失败都更致命。说到自我欺骗，演讲里有个比喻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把那些每年都在纠结我们该不该庆祝新年的人，比作打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哈哈，这个比喻太妙了，真的是吧？因为他点出了那种打错靶子的荒谬感。演讲者处出这些人连新年这个世俗的日历节点和圣诞节这个宗教节日都没分清，就开始互相攻击，充满了道德优越感。堂吉诃德好歹还在攻击一个真实存在的风车呢。对，而这些人攻击的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敌人。这就让我想，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也经常有自己的风车？比如在工作会议上，为了一个 PPT 里无关紧要的措辞争论半小时，脸红脖子粗的，但实际上整个项目的战略方向已经出了大问题，却没人敢提。完全是这样，这是一种精力的错配，甚至是一种故意的逃避。
演讲者认为，当我们沉迷于和风车战斗的时候，恰恰是为了掩盖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些真正的、更棘手的巨人。攻击一个无关紧要的目标吗？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做了点什么，从而心安理得地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的挑战。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自检工具。你可以问问自己，在你的生活或者工作里，是不是存在一些你投入了大量情绪和精力的风车之战？他们是不是分散了你对真正重要事情的注意力？演讲者甚至给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大张旗鼓地和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较劲儿，那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正在回避一件真正重要的大事儿。那些空洞的言辞和虚假的战斗，就是为了掩盖那些本该被说出却无人敢说的真相。说到无人敢说的真相，演讲者接下来就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更敏感的领域。他认为，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宗教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集体性的风车，甚至是一种更危险的被发明的传统。说实话，我听到这部分的时候真的有点震惊，他用的词非常直接。是的，他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他批判的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主义，也就是把信仰变成一种形式化的、僵化的、用来区分敌我的工具。他到底具体指哪些事儿？为什么他认为这些是被发明的，而不是传统的一部分？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他声称某些庆祝先知诞辰的活动，它的形式是模仿了基督教的仪式。他还直接批评了神职人员的统一制服，认为这在伊斯兰教中毫无根据，因为理论上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神职阶层。他觉得每个信徒都应该是自己信仰的仆人，而不是某个机构的雇员。我觉得最引人思考的一点是，他指出许多为日常琐事，比如说上厕所前后所念的特定祈祷文，实际上是从希伯来语的犹太教传统中翻译过来的。对，他不是说借鉴不好，问题出在后面。当这些被发明的习俗慢慢演变成评判他人虔诚与否的标尺时，灾难就开始了。这就变成了一场无谓的虔诚竞赛。一场竞赛，这个形容很到位。是的，演讲者说，一开始可能只是觉得这样做也无妨，但很快做这些事的人会觉得自己比不做的人高人一等，更虔诚，然后就会出现鄙视链，甚至认为自己是天堂居民，而别人是地狱之子。你看，信仰就从一种深刻的个人修行，变成了压迫和控制他人的工具。他把这种被发明的宗教比作自制的烈酒，不仅会让人中毒，甚至会致命，因为它首先杀死的是人的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观点非常犀利，他提醒我们，任何信仰体系一旦形式大于实质，就可能走向僵化和异化。为了说明这种集体性的盲从有多可怕，演讲中有一个故事，我想在这里分享给你，讲得特别精彩。是昏迷大纲的那个吧？正是，说一位国王下令，城里每户人家都要往一个公共的大缸里倒一勺蜂蜜，大家一起分享。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偷偷地想，这么大一缸，所有邻居肯定都会倒蜂蜜，我呢就倒一勺水进去，反正颜色也差不多，谁也发现不了。哈哈哈，我已经能猜到结局了。结果第二天，国王揭开缸盖，满心欢喜地准备品尝，却发现里面装满了清澈的水，一滴蜂蜜都没有。因为每个人都那么想。这个故事听完，我后背有点发凉。是因为它太真实了。我们都觉得自己是那个唯一倒水的人，结果我们都在一个由自己亲手兑满水的大缸里游泳，还抱怨为什么生活这么淡。这就是集体责任的旁观者效应啊！这个故事简直就是把人人都在甩锅这件事给说透了。而演讲者用它来引出讲真话的风险。谁是那个第一个敢说我看到有人倒水了的人？或者更一几步，谁敢承认对不起，我倒了水，这是个错误？这才是真正的风险。这就引出了演讲中另一个让我拍案叫绝的观点：真相是有时效性的。怎么说？演讲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观点：
在20年、25年之后去批评一个早已失势的人，或者一件已经盖棺定论的错事，是毫无风险也毫无意义的。他说，那不叫勇敢，那叫在死人身上跳舞，是一种廉价的道德表演。哇哦，在死人身上跳舞，这个说法太狠了。是的，他认为真正的勇敢是在当下，在此地说出那个需要被说出的真相，哪怕这会让你付出代价，哪怕这需要你承担风险。就好像食物过了保质期会变成毒药一样，真相如果不在它应该被说出的那个时间点被说出，也会失去它的价值，甚至变得有害。所以，沉默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且可能是一种更糟糕的选择。正是，他甚至提到了一个古希腊词，叫 parrhesia。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指随便说话，而是指那种你明知道有风险，但为了公共利益或者真理，你还是选择直言不讳。这是一种公民勇气的体现。所以，演讲者等于在问你，过去1年，你有过几次这样的 parrhesia 时刻？还是说，你只说了那些说了也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安全真相？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自我拷问。好了，聊了这么多犀利的批判和深刻的比喻，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自身。演讲的最后，呼吁我们为新的一年制定一个基于年度核算的计划。这不再是务虚的，而是非常具体的行动清单了。对，把抽象的思考转化成具体的可以审计的项目。他列出了几个审计科目，我觉得你可以拿来直接问问自己。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过去1年你的智慧、意志力和良知是增长了还是萎缩了？还有，你曾对谁不公，又曾对谁行善？哪些善行可以在新的1年里增加？还有一个概念，他做了特别重要的延展，就是天课，或者说回馈社会。对，我们通常理解这个概念是指财富上的捐赠，但他把它完全扩张了。他问你是否为你拥有的知识、技能、专业、财富和时间支付了天课？换句话说，你有没有用你的所学、所能、所有去回馈你身处的这个世界？他甚至引用了一个观点，认为需要回馈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1/40，而是超出你需要的所有部分。这个标准可太高了。这个标准确实很高，但它提供了一个努力的方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这里，演讲者对未来这个概念的解读，我觉得是整场演讲的点睛之笔。他提到了阿拉伯语中的 ahiret，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来世或者彼岸，对吧？听起来很遥远。是的，一般都这么理解。但演讲者说，在古兰经的原始语境中，这个词也可以直接理解为未来或者人生的下一阶段。所以，当经文说你的未来将比你的过去更好时，这不一定仅仅是对遥远来世的一种期盼。你的意思是，它也是一个对此时此地在这个世界里的未来行动指南？完全正确。他一下就把一个看似遥远缥缈的概念拉回到了我们触手可及的现实生活中。它关乎你的明年，你的下一个10年。你的目标就是通过现在的努力和自省，让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更有价值、更美好。啊，这一下全通了。所以年度核算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沉浸在对过去的悔恨里，而是为了规划一个实实在在的比过去更好的未来。你要如何确保你的下一个365天比刚刚过去的那365天更有意义？这才是最终的问题。正是如此，这才是审计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改进。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份资料，核心信息就是，新年不仅仅是一个许下愿望的浪漫时刻，更是一个进行诚实甚至有点残酷的自我审计的契机。就像 CEO 审视一份年度财报一样，审视你的内心，看看你的无形资产和负债，看看哪里需要调整，哪里值得感恩和发扬。演讲的开篇就说，人是自身的监督者，但我们也都是制造借口的天才。这就给你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个人挑战。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那个目光如炬、能洞察真相的审计师，
和那个聪明绝顶、总能找到理由的借口制造厂厂长，究竟谁的力量更强大？在新的一年里，你打算如何确保前者能战胜后者？好的，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份讲稿，它是在新年伊始呼吁听众进行一次深刻的个人年终盘点。它的核心想法，这个自我盘点本身我觉得特别有力量，是非常有力量。但是整个听下来，感觉他聊了好几个不同的话题。对，比如新年庆祝的争议啊，宗教权威的问题啊，还有仪式的僵化等等，就感觉有点东一下西一下的。我有同感，就是它中间那根线好像没串紧。对，每一个部分你单拿出来看都很有洞见，也很有激情。是的，但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逻辑上的驱动力就感觉弱了一点，有点像一串很漂亮的珍珠，但串它们的绳子时隐时现。哎，这个比喻很形象。作者是不是想通过展示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来论证这个盘点的必要性其实遍布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哎，你这个思路对，他的意图肯定是这样，而且这个思路是很好的。问题可能就出在呈现的方式上。怎么说？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这是问题 A， 这也是个问题，那是问题 B， 那也是个问题。话题之间是并列的，而不是递进的。我明白了。听众可能听完一个就忘了上一个，最后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对，就是很多事情都错了，但我们真正想让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核心的行动呼吁，就是进行一次真实的盘点。所以关键就在于怎么把这些有点分散的批判点都拧成一股绳。没错，让他们共同为盘点这个中心服务。是的，这里一个可能的改进方向是，把每一个批判点都明确地定义为中心主题的对立面。对立面。对，也就是说，不只是指出一个错误，而是把它定义为一种虚假的盘点，或者说错误的盘点。我懂了。这样一来，每一次批判都是在为我们最终要引出的那个真实盘点去做铺垫和反衬。正是这个意思。这个思路很有意思，他给整个讲稿建立了一个内在的希冀冲突，就是真盘点和假盘点的对决。对，这样结构就清晰了。从话题 A、话题 B、话题 C 变成了假盘点案例 A， 揭示其虚伪，然后呼唤真盘点，再到假盘点案例 B， 不断循环，不断深化。对，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比如稿子里谈到关于新年庆祝的那些无谓的争论，现在可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社会现象来批评，但如果我们用新的框架来看，就可以这么说。怎么说？我们可以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会看到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日历，争论庆祝方式，这其实就是我们集体在进行的一场虚假盘点。我们非常热衷于去清算别人那些无关紧要的开销，却对自己身上真正重大的思想债务视而不见。思想债务这个词用得太妙了，哈哈，他一下子就把一个外部的有点遥远的社会争论变成了一个能直击听众内心的个人问题。我欠了什么思想债务？我的经历是不是就也错配了？对，听众一下子就被拉进来了，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是的，然后就可以接着深化。这种社会层面的经历错配，其实也精确地反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们盘点自己的财富，却不盘点自己的智慧；我们盘点自己的社交关系，却不盘点自己的道德勇气。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最需要被盘点的伪善。明白了，这样一来，对社会现象的批评就无缝地转化成了对个人自我审视的要求。对，而且逻辑链条非常清晰，每一个看似离题的段落，都成了对核心论点的一次层层深入的论证。我完全理解了。这样修改之后，整个讲稿就不再是话题的跳跃，而是在不同维度上用不同的案例反复验证同一个核心真理，凝聚力和说服力都会指数级的增强。是，其实这个逻辑上的调整也引出了我想聊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讲稿本身传递信息的方式和它的语气。这篇讲稿的语气确实是非常有特点，充满了激情，甚至可以说是战斗精神。是的，
非常犀利，用了不少攻击性很强的语言，比如说你的头脑是犹太人的头脑，或者你什么都不知道，去睡觉吧。我完全能理解作者那种，怎么说呢，恨铁不成钢的紧迫感。这种语言对于那些已经高度认同的听众来说，可能会感觉非常过瘾。对，能起到一种暂遣动员的效果。是的，但我们换个角度想，这篇讲稿的作者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达到一种休克疗法的效果？对于那些已经麻木了、沉睡了的听众，温和的语气会不会根本无法穿透他们的外壳？也许这种攻击性恰恰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策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策略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要看他最终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标是提纯粉丝、巩固核心听众，那这种方式也许非常有效。但稿子的主旨是呼吁大家进行个人盘点，这是一个极其需要安全感、需要诚实和脆弱的内向型动作。说得对，当一个人感觉到被攻击、被审判的时候，他的第一本能反应是开启防御机制。对，是自我保护，而不是自我审视。就像你不能一边用枪指着一个人，一边要求他放松地谈谈自己的内心世界。哈哈，是这个道理。这种攻击性的语气可能会让那些中立的或者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听众下意识地就竖起一道防卫墙，他们会开始在脑子里反驳你，对，而不是反思自己。这样一来，策略和这种目标之间就出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讲稿的力量越大，听众的墙可能就筑得越高。所以这里的建议是尝试调整一下沟通的姿态，把语气从一种有点居高临下的直接的批判，转变为一种更具启发性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风格。苏格拉底式，对，不是直接给出论断，而是提出问题，邀请听众一同思考。我们不是在说你做错了，而是在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值得我们共同探究的现象呢？这种方式更高明，它能极大地降低听众的抵触情绪。是的，让他们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是被邀请的，而不是被审判的。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才可能真正的打开自己，进行诚实的盘点。我们还是用稿子里的例子来试试，比如在剖析仪式主义的时候。好，原文可能会说，你的语言是犹太语言，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的论断。是的，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比如，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反思一个现象：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仪式，它们的来源是什么？他们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又是什么？当我们为每一个日常行为都加上特定的祷告时，我们是真的在将整个生活都神圣化，还是在无意中制造了一种虔诚的等级，反而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忽略了那些更重要的善行？这个例子改得非常好。他把一个带有审判意味的陈述句变成了一个充满好奇和探索意味的疑问句。对，然后可以继续追问，这会不会导致一种新的伪善，就是我们用嘴唇上的虔诚来掩盖行动上的懒惰？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去警惕的陷阱，一个我们可能都在其中而不自知的困境。我明白了。你看，这样一说，讲者就不再是一个站在高处的审判者，而是一个走在听众身边的同行者，一个共同的求索者。没错，从一个审判者变成同行者，这种角色的转变非常关键。但这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当我们成功的让听众放下了防备，我们到底要带他们去向哪里？光是指出问题还不够，我们好像还需要一张地图。说得太好了，需要一张地图。这正是我觉得这篇稿子可以提升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在解构伪善、批判错误方面，可以说做得极其出色，刀刀见血，入木三分。对，听众听完之后，肯定会有一种被思想的闪电击中的感觉，会立刻意识到我之前的想法是错的，我浪费了太多精力。对，破坏力非常强。但问题是，破坏之后呢？是啊，稿子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什么是错的，比如空洞的争论、僵化的仪式、机构的伪善。相比之下，对于什么是对的，他的描绘虽然结尾提到了，但感觉有点概括和仓促。对，听众可能会在听完一连串有力的不应该之后，感到一种方向上的迷茫。那么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是的，这就像一个医生，他非常精准地诊断出了你所有的病症，但最后只开了一张写着请保持健康的药方。哈哈，这会让人感到无助。是的，为了让讲稿更有建设性，我们建议的策略是破例结合。破例结合，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在结尾处提出一份正面行动的清单，而是将这些建设性的愿景和具体的行动方案贯穿于整个讲稿的批判过程中。明白了，每拆掉一堵墙，就立刻告诉人们可以在这片空地上建造什么。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策略非常好，它不仅能消除听众的迷茫感，还能让他们立刻看到改变的希望和具体路径，从而更有动力去行动。对，他把批判的能量无缝地转化为了建设的能量。我们再来做个演习。好啊，还是用那个批评人们为费心力争论日历问题的例子。在用思想债务这个概念完成批判之后，可以立刻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替代方案。比如说，所以朋友们，与其耗费心力去争论日历的对错，我们不如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让我们一起把新年的第一周定为我们社区的福祉盘点周。社区的福祉盘点周，这个概念很新颖。我们不盘点日历，我们盘点社区。我们一起去评估在关怀社区里的长者、教育我们的青年、支持本地的小商业方面，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在过去1年做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有进步？哪些地方有亏欠？这才是一次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信仰实践。这个建议太棒了，它提供的不只是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就是对真实盘点这个核心概念的一次生动实施。是的，它把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瞬间转化成了一个具体的、可参与的、充满画面感的社区活动，听众马上就能明白，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盘点。而且它不仅有意义，听起来甚至还有点让人兴奋。对，再举一个例子，稿子里面批评了囤积财富的行为，倡导大家捐赠，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捐赠这个词儿可能已经被说得有点沉重了。有点缺乏想象力。对，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更具创造性的概念，来拓宽听众的想象力。怎么说？比如，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盘点不是让你把多余的钱捐出去就完事了，真正的盘点是盘点你拥有的一切资源，你的钱、你的时间，还有你独特的专业能力。这个维度打开了。对于一个富有的商人来说，也许他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奉献，不是开一张支票，而是发起一个社区基金方案，去扶持那些有梦想的年轻人创业。对于一个律师、一个会计师、一个程序员来说，也许最好的奉献是建立一个技能共享平台，贡献出你的专业知识。我特别喜欢这个想法，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字，比如说叫专业能力的天课。专业能力的天课，这个概念非常有启发性，它极大地拓宽了奉献和给予的内涵。对，它告诉听众，盘点的成果不再仅仅是金钱的转移，而是知识、技能和智慧的流动。这种具体的、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能极大地激发听众的行动热情。是的，它让大家看到，真实盘点不仅是一种内心的反思，更是一种可以实实在在改变社区、创造价值的社会实践。对，而且这让我想起我之前参与过的一个项目，也是类似的思路。我们当时不是捐钱，而是组织了一批律师和会计师，在周末为那些刚创业的年轻人免费提供咨询。这就是专业能力的天课最直接的体现。是的，它带来的那种成就感和简单的捐款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具体的例子能让讲稿的结尾充满力量和希望，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篇讲稿已经是一篇非常有力、充满智慧的作品，它具备了振聋发聩的潜力。同意。为了让它的影响力最大化，我们觉得可以在3个方面进行深化。首先是逻辑层面。对，通过将所有分论点都紧密的、有意识的围绕真实盘点与虚假盘点的对立来展开，从而强化整体的叙事驱动力，让结构更清晰，论证更有力。其次是沟通层面，可以尝试调整沟通的语气，从一个略带对抗性的批判者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启发性的同行者。通过提问而不是论断，
来邀请更广泛的听众放下防备，进行更真诚的自我审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建设性层面。是的，在进行有力的解构之后，同步的贯穿全文的去建构一个更丰富、更具体的积极行动蓝图，为听众提供清晰的、可操作的、富有想象力的指引，将他们的反思真正转化为能够改变自己和社区的行动。我们非常期待看到您优化后的版本。这篇稿子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核心，我们相信通过这些调整，它能够激发更深远、更持久的回响。也欢迎您随时将修改后的版本再次提交给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欢迎来到辩论。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它源于一份关于新年伊始这个个人清算或者说自审的演讲。这份材料谈到了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年终岁尾到底该如何盘点自己的人生。他把生命比作一笔资本，而时间呢，就是我们的货币。对，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议题，就是说，真正有意义的自我审视，是不是应该超越所有固定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持续的、勇敢的直面我们生命真相的状态？还是说，恰恰是那些系统化的仪式上的实践，才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种深刻自省所必须的框架和阶梯？就是这个核心矛盾。没错。所以我的看法是，这场演讲呼吁的是一种更勇敢、更彻底的自省。它要求我们挣脱形式的束缚，对我们的生命资本做一次全面的审计。而我呢，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我认为虽然说对真理的追求是最终目的，但我们不应该这么轻易的就否定仪式和结构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你看演讲里充满了商业和会计的类比，这本身其实就在暗示系统性、纪律性的实践是不可或缺的。好，那我们先各自陈述一下自己的立场。从我的角度看，这场演讲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人必须成为自己行为的最终审计师，不能有任何借口。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真主给了我们365天作为一年的资本，到年底了，你需要做一份损益表，你要评估自己的思想、意志、良知还有行为，在过去的一年里，是让这份资本增值了，还是贬值了。演讲呢，他非常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他称为被发明的宗教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脱离了古兰经根本精神，只剩下空壳的仪式。他把这些仪式比作自酿的烈酒，听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但实际上会麻痹人的心智，让人沉浸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没办法进行真正痛苦但必要的自我剖析。更重要的一点是，演讲提到了一个概念叫 parsia， 意思是讲出当下的真理，即使这么做有风险。真正的虔诚和勇敢，不是在20年后去批判一个已经倒台的暴君，那个不过是在死人身上跳舞。真正的勇敢，是在当下此刻说出那句需要被说出的话，并且承担其后果。我理解这个观点的力量，但我的切入点不同。你看演讲本身就充满了结构化的语言嘛，他把生命比作一家企业，需要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这种对系统性评估的强调，恰恰说明了结构和纪律的重要性。一个成功的企业主绝不会等到年底才第一次看账本。演讲中对某些祈祷仪式的批评，比如说认为他们源自犹太照拉比传统，在我看来，这种批判可能有些过于笼统，甚至可以说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他完全忽视了这些仪式在培养日常正念、为深刻反思建立稳定框架方面的巨大价值。所以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完全抛弃掉这些被演讲者称为形式主义的结构，我们会不会陷入一种完全主观、毫无纪律的所谓自审？那种自审可能更像是随心所欲的情绪波动。如果没有一个定期的仪式化的提醒，比如说每次的祈祷，一个人要如何确保自己能年复一年的进行那种演讲所倡导的极其严格的年度清算呢？所以演讲一方面在呼吁一种彻底的无形式的真理追求，另一方面却又依赖于商业会计这种高度结构化，甚至可以说是刻板的模型。这其中的张力，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你说的这个张力确实存在，但这恰恰点明了问题的核心。演讲认为，
很多仪式已经异化成了分散精力的空洞行为。人们纠结于一些细枝末节，比如清真寺里该不该放凳子这种问题，却忽略了更根本的，已经渗透到信仰机体中的意志元素。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强行把生命分成了神圣和世俗两个部分，仿佛我在清真寺里的时间是神圣的，而我在办公室、在市场里的时间就是世俗的。但这本身就违背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兰经精神。按照演讲的逻辑，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你喝水、吃饭，甚至上厕所，都是在体验真主的恩典，都是信仰实践的一部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读。仪式本身，在我看来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演讲者所批评的，或许不是仪式这个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时那种麻木不仁、机械重复的心态。一个简单的日常祈祷，如果一个人是用心去做的，那它完全可以成为启动深刻自我反思的契机。它就像一个每日的闹钟，提醒你从日常的琐碎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有几分钟，去重新校准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把所有仪式都等同于分散精力的空洞行为，那可能就因噎废食了，抹杀了它们作为精神训练工具的巨大潜力。它们可以是阶梯，帮助我们一步步攀登到更深刻的自省层面，而不是枷锁。可问题是，这个阶梯往往会变成墙壁。演讲里举的那个例子就非常有力。为了一些日常琐事，比如进出厕所，都要念诵特定的祷文。演讲指出，这些做法其实并非源于信仰的核心，而是来自其他传统，并且它们带来一个非常糟糕的后果，在信徒之间制造了鄙视链。那些念诵这些祷文的人会觉得自己比不念的人更前、更优越，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傲慢。这不就清楚地表明仪式是多么容易异化，成为制造分裂和精神壁垒的工具，而不是通向真理的桥梁吗？你说的这个风险确实存在，而且非常真实，我无法否认。但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呢？问题不在于仪式这个工具，而在于我们缺乏对这个工具正确的引导和深刻的理解。任何强大的工具都可能被滥用，一把刀既可以用来切菜，创造美味，也可以用来伤人。难道我们因为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就应该把厨房里所有的刀都扔掉吗？或许我们更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去恢复仪式的精神内核，去教导人们如何用心、用真诚去实践它，而不是因为看到了一些负面的案例，就简单粗暴的把它完全抛弃。这就像是说，因为有学生考试作弊，我们就应该废除考试制度一样。说到内在的真诚和外在的实践，这就引出了我们辩论的第二个关键点，对真理的追求。演讲强调讲真话是有时效性的，在20年后，当一个压迫者已经失势甚至去世了，你再去批判他，那不叫勇敢。演讲里用了一个很刻薄但很精准的词，叫在死人身上跳舞。真正的信仰体现在此时此地，在你需要承担风险的时候，说出那句必须被说出的话。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信仰在公共领域的直接体现。它不是一种书斋里的哲学思辨，而是一种需要用行动去验证的担当。我完全同意，勇敢地向权力讲真话是信仰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演讲似乎把讲真话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这种外部的带有风险的社会性行为上。可我们不妨退一步想，这种外在的勇气，它的根基是什么？我认为同样重要，甚至更基础的是向自己讲真话的内在勇气。一个人得先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虚伪和各种不足。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仪式，比如每日的独处和反思，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不正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全的定期的空间，让个人能够卸下所有防备，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吗？这两者，内在的诚实和外在的勇敢，并非相互排斥，恰恰相反，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连对自己诚实的勇气和习惯都没有，他的外在勇敢又能从何而来呢？很可能只是一时冲动，而不是源于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并不认为这两者是排斥的，但演讲的侧重点非常明确。如果一个人所谓的内在诚实从不转化为外在的需要付出代价的行动，那么这种内在的诚实是否可靠？这就好比演讲中提到的那个蜜罐的故事。国王要求每个村民都在一个大罐子里倒一勺蜜，为庆典做准备。
但每个村民心里都打着小算盘，这么大的罐子，这么多人，别人都会倒蜜，我悄悄倒一勺水进去，肯定没人会发现。结果呢，当国王在庆典上打开罐子时，里面装满了清澈的水。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私下的不被检验的善意是多么脆弱。信仰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尤其是在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如果内在的修炼不能转化为外在的当当，那这种修炼的价值本身就非常值得怀疑。你提到的这个蜜罐的故事，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的观点。你想想，在那个村子里，如果有一个人，哪怕只有一个人，最终还是选择往罐子里倒蜜，是什么驱动了他？肯定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那一勺蜜能改变整罐水，驱动他的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了功利计算的信念和纪律。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对自己诚实。我甚至可以推测，这个能坚持倒蜜的人，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有仪式感、有纪律的人。他内心的那份坚定，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个人修炼和自我提醒才得以形成的。所以说，行动的根基恰恰在于内在的信念。没有持续的内在修炼，外在的行动就成了无源之水。而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关系，其实也引出了演讲中那个最精彩的经济学比喻。没错，这正是我要说的第3点。认为这是演讲中最深刻也具挑战性的观点。他将生命视为一笔有限的资本，然后提出了施舍，也就是 infaq 的概念，捐出超出你基本需求的一切。演讲认为，这才是让这笔资本真正属于你的唯一方式。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温和的量力而行的慈善，而是一种激进的颠覆性的经济清算。它直接挑战了我们人类积累财富、囤积物资的本能。这才是最终极的会计行为。你施以出去的，才是你真正拥有的。你留下来攥在手里的，最终都会成为别人的。比如你继承人的财产，只有那些你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捐出去的，才真正转化为了你永恒的财富。这个观点，非常悍然。这个类比确实发人深省，我完全同意它的力量和深刻性。但是我们不妨把这个类比推到极致。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精明的企业主，他会怎么管理他的资本？他绝不会一年到头什么都不管，就等着年底进行一次性的极尽的资产清算。恰恰相反，他会进行持续的系统的财务管理，包括每天记账、每周对账、每月出报表、每季度做审计。正是这些看似枯燥重复的日常工作，才保证了他在年底能够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保证了企业的财务健康。如果我们将这个类比贯靠到底，那么日常的规律性的信仰实践，也就是那些仪式，不就相当于企业日常的记账和审计吗？他们是确保我们年终进行精神总决算时不至于破产的必要过程。所以在我看来，演讲似乎陷入了一个矛盾。他一边高度赞美最终的极尽清算和彻底奉献这种宏大的财务目标，另一边却又在贬低那些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所必须的日常的纪律和工具。你把仪式比作日常记账，这个比喻很巧妙。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常记账也可能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个会计师可能把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分步不差，但公司却因为战略方向错误而走向破产。他专注于战术上的玩类，去输掉了整个战略。演讲正是在警告我们这一点，不要让日常的记账行为本身成为目的，从而忘记了经营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价值和实现增长。同样的，不要让日常仪式变成一种自我满足的表演，让我们沉浸在我已经完成了今天的任务的虚假慰藉中，而忘记了信仰的最终目标是无限地接近真理和实现彻底的奉献。最终的清算，无论是商业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才是检验所有日常行为是否有意义的唯一时刻。日常的纪律当然重要，但它必须服务于那个最终的宏大的目标，否则它就只是在原地打转，甚至是一种高级的自我欺骗。所以，如果让我来总结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份演讲是在呼吁我们进行一种更深刻、更困难，也更真诚的年度自审。它要求我们有勇气超越形式，直面我们生命的真相，并且将我们的信仰转化成在当下这个世界里敢于承担风险的实际行动。
真正的清算不是去计算我们履行了多少仪式，也不是背诵了多少祷文，而是诚实的不带任何借口地去评估，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在思想、意志和行动上是否真正的让我们被赐予的无比宝贵的生命资本实现了增值。而我这边的看法呢，就是说，虽然这种对终极真理的追求令人敬佩，但我们不应因此就轻易的否定结构和仪式在整个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就像一个伟大的建筑，它既需要有宏伟的设计蓝图，也需要有坚实的脚收架和精确的日常施工。演讲本身对会计、资产负债表这些系统性概念的依赖，恰恰从侧面揭示了纪律性实践的内在价值。或许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在仪式与真理之间做一个非此必彼的选择，而是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有意义的、充满精神内核的仪式，来持续的支撑和实现我们对真理的最终探索。关于个人清算的本质以及它与信仰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显然还存在着非常广阔的探讨空间。没错，这份材料促使我们所有人去深刻的反思，究竟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审视我们的人生。